虽然这关期因为疫情拢取消新春团拜，不过伫上班的头一天，市长吴伟霆伫樱花市政中心的团拜照常举行。秘书处表示，各局处主管等市府员工控制伫50位，完全遵守大型活动的防疫规定，甲生命制定原则。嘛，互日透早市府二楼的充满新春喜气，互相祝贺，场面相当温馨。会中市长勉励每一位公务人员用更较好的态度来提升服务效率甲品质，互民众过了更较好。想疫情现在既然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舒缓，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方式，大家团拜，一方面见到睽违许久的老同事新同事，一方面也能够不一定需要一个个科室的大家去这个拜年。那但是在这个横珠过去的1年里面，非常感谢各位同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杰出的表现，比起过去以往对于市民的服务我相信满意度是大幅提升。那我想这个满意度就是市民给各位最高的肯定。但是好还要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面对过年之前盐水风炮甲外丁港定节拢宣布取消议案，因为目前疫情危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所以敢会恢复办理。对此，市长表示，盐水风炮兼顾防疫甲传统民俗的原则，这2天得决定。因为现在布桃的危机已经稍微已经相当程度的获得舒缓，那所以说我们要重新考虑。那考虑的方向当然是希望说两者兼顾，就能够做好防疫，又能够兼顾到这个已经布置下去的这个风炮，还有这个礼敬崇拜敬拜神明的这个需求。有关市府小瑞哥调整，除了过年前公布的新任副市长戴谦甲民政局长蒋玲煌将伫3月1号正式上任的消息以外，市长强调未阁再有第2波的变动，且外界唔通阁有传言。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